豆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课录制第33集161条。学生穿制服的时爱下皮带，就是学生穿制服的时候要系皮带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穿，第二字读作下，第三字读作绑，绑脚的绑啦，第四字读作系，连系的系嘛，162条，嫁出去的查某囝，泼出去的水，就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指女儿出嫁之后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，再也收不回来了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闪，闪着的闪，第二字破，第三字破，第四字雨。163条，蠓坐甲飞来飞去，赶紧爱赶紧去转蠓仔水，转蠓仔水就是去喷杀虫剂啦好，下面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喷，就是喷水池，就是喷水池第二字读作转，第三字读作出，第四字读作嗅，嗅香水的嗅164条，玻璃门用水呛呛的，玻璃门用水冲一冲。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冲，还是读作呛，读作呛啦呛较对。第二读作强，强强棍的强嘛，这字第三字读作喷，第四读作强，烟强的强。165条，伊袂记你早锁匙，只好甲门撬开，撬开啦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读作轿，轿车的轿，第二读作轿，第三字读作轿，第四字读作轿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